70蚊一碗米線，你仲會唔會食？曾經喺香港人心目中係窮人恩物嘅米線，而家加埋2、3樣餸，配多杯嘢飲，分分鐘要成張紅衫魚先找得返幾草嘢。最近大家可能都留意到，曾經風光無限，甚至做到上司嘅譚仔，喺一啲市場開始出現黯然退市嘅消息，甚至連喺香港本土嘅表現都大不如前。好多街坊都喺度問，到底係我哋窮咗，定係佢變咗？點解以前排長龍都要食嘅味道，而家竟然變到無人問津？今日我哋唔講啲虛無神乃嘅大道理，就係想同大家拆解一下呢碗米線背後到底發生咗咩事，同埋點解嗰啲所謂嘅過江龍可以喺呢個時候贏盡街坊心。諗翻起2000幾年、2010幾年嗰陣，譚仔雲南米線簡直係香港餐飲界嘅神話。嗰陣時幾多歲？可能你我都係10幾20歲，仲係學生或者啱啱出嚟做嘢。嗰陣時入去坐低，30、40蚊就有一大碗。啲阿姐嗌嗰句蜜餞畜生小辣，雖然聽唔係好明，但係嗰種親切感同埋嗰種草根嘅味道，係香港人嘅集回憶。當時嘅譚仔代表嘅係一種性價比，係一種雖然環境逼啲，但係味道穩定又飽肚嘅選擇。但係去到2021年，譚仔國際正式上市，呢個可能就係轉捩點嘅開始。當一間賣米線嘅鋪頭變成一間醒獅公司，佢要面對嘅就唔再單單係街坊嘅條樓，而係股東嘅報表。為咗交出一份靚嘅成績表，加價、削減成本、標準化，呢啲動作就接踵而來。以前啲湯底可能仲有1、2分火候，而家為咗追求極致嘅標準化，全部由中央工廠配送。雖然味道係穩定咗，但係嗰種靈魂好似慢慢消失咗。最令街坊難以接受嘅，一定係個價錢。以前食個餐可能係30幾蚊，而家閒閒地都去到60幾，甚至70蚊。你要知道，喺香港人嘅心目中，米線係屬於快餐同草根嘅範疇。當佢個價錢去到同茶餐廳特餐，甚至同一啲中價位嘅拉麵店差唔多嘅時候，消費者嘅要求自然會提高。如果我用70蚊食一碗米線，我點解唔去食個更舒服、服務更好嘅午餐？講到服務，呢個亦都係好多人選擇離場嘅原因。以前譚仔阿姐係一個品牌特色，雖然佢哋語氣未必好溫柔，但係嗰種快靚正嘅節奏係夾到香港人嘅。但係循着廣利治道嘅改變，好多阿姐都話做落去好辛苦，流失率高，新嚟嘅員工未必有嗰種親切感，甚至因為制度僵化，令到成個用餐體驗變得好機械式。再加上而家呢個年代，大家對服務嘅要求高咗，如果你又要收我70蚊，又要我坐得咁逼，仲要睇面色，咁點解我仲要支持你？與此同時，我哋見到另一邊廂，一啲來自內地或者其他地方嘅過江龍正喺度快速崛起。呢啲過江龍最聰明嘅地方，係佢哋明白而家香港消費者嘅痛點。例如有啲內地落嚟嘅酸菜魚或者米線品牌，人哋一入嚟就係玩降維打擊。咩叫降維打擊？人哋嘅裝修更靚，空間感更足，服務態度簡直係將香港本地餐飲業比落去。最重要嘅係，人哋個價錢可能同你差唔多，甚至更平。當你仲諗住靠住個老字號招牌去收70蚊一碗米線嘅時候，人哋已經用緊同樣嘅價錢，提供緊更好嘅食材同埋更好嘅環境。好多人話，點解呢啲過江龍贏到街坊？其實好簡單，就係尊重2個字。人哋尊重消費者嘅錢袋，亦都尊重消費者嘅體驗。喺2024年嘅今日，香港人嘅消費習慣已經發生咗巨大嘅改變。大家唔係唔捨得使錢，而係唔想使冤枉錢。以前我哋會覺得算啦，食餐快飯係咁噶啦，但而家大家會諗，我有得揀，點解唔揀個好啲嘅？呢種心態轉變，直接導致咗譚仔呢類傳統連鎖店嘅流失，尤其係喺一啲新發展區或者商場。你睇下嗰啲新開嘅過江龍，門口排長龍嘅程度，就好似10幾年前嘅譚仔咁。佢哋通常會有1、2個核心賣點，一係就係湯底真係好濃滑，一係就係配料好新鮮，甚至有啲仲會提供免費嘅配菜或者嘢飲。所變之是，譚仔嗰種加一樣餸收你幾蚊嘅模式，就顯得好計較。當消費者喺出面感受到咩叫大方，咩叫高性價比嘅時候，翻到嚟呢啲傳統老店，嗰種落差感係好大嘅。再講翻退市呢件事，其實譚仔喺新加坡或嘅其他地方嘅收縮，反映出一個好大嘅問題，就係佢嘅模式喺離開香港呢個特定環境之後，競爭力係好弱嘅。喺香港，佢仲有情懷撐住，有一班食咗20幾30年嘅熟客，但係去到外地，人哋唔識你咩係譚仔阿姐，人哋只會單純從味道、價錢同環境去評分。當你嘅味道唔係絕對領先，價錢又唔係絕對便宜，甚至連環境都係咁壓抑嘅時候，人哋點解要揀你？喺2025年至2026年間，好多餐飲分析報告都指出，
未來嘅餐飲市場會更加兩極化，一係你就走高端路線，賣體驗賣食材，一係你就走極致性價比路線，賣平賣快。而譚仔而家尷尬嘅位就係佢卡咗喺中間，佢想提高客單價，想收多啲錢去填補租金同人工嘅升幅，但係佢嘅品份清香同埋用餐環境又撐唔起嗰個高價位，結果就係高段客唔會去，草根客覺得貴。我哋再嚟睇下班過江龍係點樣做品牌嘅，佢哋好擅長用社交媒體，知道點樣吸引後生仔去打卡，人哋嘅視覺設計、餐具選擇，甚至係牆上嘅一句口號，都係精心設計過，為嘅就係令你覺得呢餐飯食得值。而譚仔呢，咁多年嚟，除咗請咗啲明星拍廣告，本質上嘅改變其實唔多。當世界喺度進步，你停滯不前，其實就係退步。其實講到底，70蚊一碗米線有冇人食？答案係有嘅，但係你要俾到相對應嘅價值出嚟。如果你個湯底仲係嗰種中央廚房味，你嘅食材仲係嗰種大批量採購嘅急凍貨食，咁你70蚊真係好難令人心甘情願咁拎出嚟。香港人好精㗎，邊間鋪頭用心做，邊間鋪頭係想賺快錢，大家一食就知。當一間鋪頭開始失去咗對食物嘅敬畏心，開始只係睇啲數字嘅時候，佢就已經踏上咗退市嘅路途。好多街坊都同我反映，話而家去食譚仔，好似已經揾唔返以前嗰種感覺。以前食完會覺得好滿足，係一種好溫馨嘅飽肚感，而家食完只係覺得叫食咗餐飯，然後睇住張單，覺得有啲心痛。呢種情緒嘅積累係好恐怖嘅。當一個品牌由生活必需品變成了可有可無嘅選擇，佢嘅市場地位就已經岌岌可危。過江龍嘅成功，亦都俾咗香港本地品牌一個好大嘅警示。唔好以為自己有主場之利就可以為所欲為，人哋喺內地市場經歷過屍山血海嘅競爭，人哋嘅效率，人哋嘅供應鏈管理，人哋對客戶需求嘅捕捉係遠遠超過香港好多守舊品牌嘅。如果香港嘅餐飲業仲係停了最貴，人工貴，所以我一定要加價呢種思維，而唔去諗點樣提升效率同價值，咁未來只會有更多嘅本地品牌茫然退市。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例子，有一間最近好火嘅過江龍米線店，佢哋個口號係原汁原味，每日現熬。雖然我哋唔知佢係咪真係每日喺鋪頭度熬，但起碼佢個味道係有層次感嘅，飲得出嗰種鮮甜，而唔係單純嘅味精水。而且人哋個服務員見到你碗嘢食完會主動問你要唔要加湯，呢啲細節喺譚仔呢類連鎖店係幾乎見唔到嘅。呢啲就係點樣贏盡街坊心嘅關鍵細節決定成敗。我哋唔係想一味咁踩低本地品牌，畢竟譚仔陪咗我哋咁多年，我哋都希望佢好，但係事實擺喺面前，如果你唔去正視呢啲問題，唔去諗點樣重新定義自己嘅價值，只會被時代嘅巨輪轉碎。70蚊碗米線，其實反映嘅係香港餐飲業嘅一個縮影。成本上升係事實，但係如果你將所有成本都直接轉嫁俾消費者，而唔去提升產品質素，消費者係會用腳投票嘅。退市真相背後，唔單止係生意唔好咁簡單，而係一個時代嘅終結。嗰個靠住粗放式控章，靠住單一招牌就能贏天下嘅年代已經過去咗，而家係一個講求極致體驗同埋極致性價比嘅年代。無論你係咩龍，只要你唔尊重市場，只要你唔尊重你嘅食客，市場最終都會將你遺忘。睇翻呢幾年嘅數據，2022、2023、2024年本地連鎖餐飲嘅以利力企係持續下降，除咗外在環境因素，內在嘅管理僵化、品牌老化係核心原因。反觀班過江龍，佢哋好似一陣風咁吹入嚟，帶嚟嘅唔單止係新嘅味道，仲有新嘅經營哲學。佢哋會好注重會員系統，會好注重數據分析，知道邊款餸最受歡迎，邊款可以慳掉。呢種科學化嘅管理，正正係好多香港舊式企業所欠缺嘅。我記得有一次，我去一間開咗幾十年嘅老牌米線鋪，個老細同我講，佢話佢唔敢加價，因為佢知佢啲客係住喺附近嘅老街坊，加幾蚊人哋都會好敏感。呢種人情味其實係餐飲業最寶貴嘅嘢，但當生意交到去嗰啲淨係識睇 Excel 表嘅專業經理人手上嘅時候，呢種人情味就消失咗。佢哋只會諗加5蚊，如果流失率低過5%，我哋就有得賺。但係佢哋忽略咗品牌嘅崩塌係一個由量變到質變嘅過程。當你有一日發現你個仔、你個孫都唔再嗌住要去食譚仔，反而係去咗食嗰啲過江龍嘅時候，你就知道個品牌已經老咗。70蚊碗米線到底係邊個嘅錯？係租金嘅錯？係人工嘅錯？定係品牌自己嘅錯？或者每樣都有啲？但對於我哋普通市民嚟講，我哋只係想要返一碗熱辣辣、好味、價錢合理、食得舒服嘅米線。如果連呢個咁微小嘅願望都滿足唔到，咁呢個品牌被市場淘汰，其實亦都係理所當然。未來幾年，我哋可能會見到更多我哋熟悉嘅品牌慢慢消失。
或者變得面目全非。呢個係商業社會嘅殘酷之處，但同時亦都係進步嘅動力。過江龍嘅入局會迫使本地品牌去變革。如果譚仔可以揾翻當年嗰種物演嘅操心，重新定位自己，或者佢仲有機會贏翻大家嘅心。但如果佢仲係沉迷喺上市、擴張、縮減成本呢套玩法度，咁今日嘅退市可能只係一個更大悲劇嘅錯誤。總括嚟講，無人食唔係因為大家無錢，而係因為大家唔再覺得值。呢個世界上無永遠嘅王者，只有永遠嘅競爭。希望喺2027年，甚至更遠嘅未來，我哋仲可以喺街頭巷尾揾到嗰種真正代表香港、代表草根精神嘅美味，而唔係剩翻一堆冷冰冰嘅連鎖標籤同埋一堆令人生畏嘅價錢牌。呢個故事其實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把尺。你上次食譚仔係幾時？你又覺得嗰餐飯值唔值嗰個價錢？呢啲問題可能就係揭開退市真相嘅最好答案。餐飲業嘅江湖從來都係不進則退。當過江龍已經將服務做到極致，將性價比玩到爐火純青嘅時候，本地老牌子如果仲係坐喺度等客到，仲係諗住靠情懷收家，咁最終嘅結局只能係黯然離場。希望每一位做餐飲嘅朋友都能夠記得嗰碗米線最初嘅溫度，因為嗰度先至係品牌最強大嘅護城河。70蚊唔係一個數字，而係一份承諾。當你承擔唔起呢份承諾嘅時候，你就已經輸咗。喺呢場米線大戰入面，邊個會係最後嘅贏家？其實唔重要，重要嘅係我哋作為消費者可以有更多更好嘅選擇。當競爭存在嘅時候，我哋先至可以省好到更好嘅質素。過江龍嘅出現雖然對本地品牌帶嚟咗巨大壓力，但對成個行業嚟講，未必唔係一件好事。佢打破咗長期以嚟嘅壟斷同埋僵化，帶嚟咗新嘅活力。所以點解無人食？因為我哋值得食更好嘅。呢個就係市場最直白、最真誠嘅回答。